根据着失智症协会统计，讲咱全台湾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有29万人，大部分的病人拢是经过厝内面人的照顾。高雄市失智共同照顾中心有推出一支纪录片，记录着2位照顾者的故事，希望所有的家庭照顾者承受病人压力的时阵，也着爱好好照顾家己。 甲小弟做伙甲老爸翻身，53岁曾先生已经照顾失智的老爸10几冬啊。这支影片拄好记录伊陪伴老爸最后的日子。安那为无法度接受，到慢慢啊妥协了去接受阮爸爸的状况，一天一天的恶化。啊，我一步一步安尼对咧行甲照顾。啊，我会当讲出我家己亲身的体会，啊，分享给大家。嘛有失智病人照顾者，亲像那太太，伊84岁啊，佮爱逐工驶车去安养中心照顾85岁的翁婿。会忝，但是会心里有一股勇气，讲袂使忝者。 好好照顾家己，这支影片主角是2位失智病人的照顾者，因的辛苦甲压力，只有亲身行过的人才了解。其实照顾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，啊，你会当对照顾的中找到一寡方式，比如讲第一个庄先生伊有可以读一个法律。 伫无法度困的时阵，足忝的时阵，伊阁找到一件代志通去做，啊，找到伊家己的生活方式。陈乃金表示，伊看过真侪照顾者得癌，得到有症甚至比病人较早走的案例，所以希望照顾者爱先顾好家己，社会嘛会当重视照顾者，互因阁较侪支持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做高雄报道。